大家好，喺市場上邊，普洱茶嘅產品琳琅滿目，品質咧亦都好參差。喺2017年，著名嘅科普作家方舟子就喺內地權威嘅科普雜誌《科學世界》裏邊發表咗飲茶防癌還是致癌嘅文章，引起咗大家嘅關注，以及普洱茶商界裏邊嘅一啲爭議。佢講到市場上嘅普洱茶普遍含有黃曲霉素同其他真菌毒素，而且有啲含量非常之高。佢亦都講到急性嘅傷害容易發現，慢性嘅傷害，比如係癌症，就係無形㗎喇。普洱熟茶嘅製作要經歷壓堆發酵，發酵嘅過程會向茶葉灑水，將茶葉堆疊，令到茶葉發酵轉化。壓堆過程裏邊，製茶師要控制壓堆嘅環境，營造優細菌。喺一般而言，壓堆過程比較少會產生一級致癌物黃曲霉素。不論係生茶定係熟茶，喺加工環境衛生如果出問題，或者後期情況茶葉倉庫比較潮濕，都會有機會導致霉菌嘅生長，更加會出現咗黃曲霉素，令茶葉品質劣化。但係點解咁多市面上嘅普洱茶會出咗問題呢？基於喺茶商喺存放茶葉，或者想茶葉加速轉化，而將茶葉放喺濕倉嘅環境裏邊。當地雲南普洱茶協會以及一啲專家就質疑方舟子做呢一個研究嘅時候，係利用到廣州市面上一啲喺濕倉環境下存放嘅普洱茶進行研究，以致佢哋會懷疑呢一啲數據嘅廣泛性同客觀性。我成日都會話，如果飲咗一啲品質出問題嘅茶，其實係一啲慢性自殺嘅行為。當然啦，我哋要學識點樣去揀一個優質嘅普洱茶，都有好多學問。由於要揾一個好茶都唔容易，以及喺茶葉市場上邊有好多不確定性，導致我自己同我一啲製茶團隊都親自做返屬於自己可以飲到嘅普洱茶。我確實好相信茶係大自然俾我哋健康嘅祝福，一個好茶確實嚟之不易。